咱咧讲外教老、学教老，讲到学习这个代志，爱足认真的。但是有当时啊，读册读久，嘛是会忝呢。所以同学要来上体育课啊，咱先来欢迎咱的阿贵教练。教练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贵教练。今仔日咱咧讲啦，要上课，要上课，嘿啊，体育课，运动，对啊，运动，因为吼，咱即马足侪长辈吼，有够厉害的。吼，伊虽然讲已经60、70岁啊，但是伊嘛是搁去考校，系啊，甲人同齐学物件呢，啊嘛是简单真正的，考试嘛是爱考，迄功课嘛是爱写，啊，上重要是电脑嘛是爱学呢，足厉害的，对。啊，运动无？运动对啊，都是欠运动。好，即马就拄好带阿贵来。好啊，好啊。学习今仔日阿贵吼有几个动作，带阿贵先来学一个吼。咱头一个动作吼，咱来下正平倒平吼。好，咱先看阿贵做看卖啊，下正平，下倒平，下正平。哦，你嘛爬起来。啊，这个动作有参像迄人足做的时阵，你安怎？足过，足过，迄感觉啊吼。好来，啊，你双手微微啊拍开，微微啊拍开，啊，拄好当着肩胛头去招啊背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会晓啊吼。OK， 简单吼。好啊，第二个动作咱来试看卖啊吼，咱来踢剑子。剑子，你有踢过无？剑子啊，对，踢剑子，踢剑子。OK，啊，我免教你就会晓安尼。系啊，踢剑子吼。好，啊，第三个骹步呢吼，咱来压骹头虎好无？好，来骹头虎压起来，手爱右入来，胸坎爱挺起来。第四个骹步最后一个骹步啊，有骑过马无？我是无骑过。我有骑过。真的哦，你骑看卖啊，我看卖啊。安尼。你嘛会晓呢？我教你，我会骑马。好，你这是骑奥多摆吧？咱赶快下正平倒平的时阵吼，咱跳3步，好来一两三，一两三，啊手吼爱甲咱这手啊摇好哦。好，安尼会晓啊袂？ OK 啊 ，OK 啊哈，系啊，来，咱即马用音乐来配合一个，袂歹哦，好，来配合音乐来哦，音乐请了。音乐出来先爱先有屈势，好来脚掌摇一个，摇一个，甲脚头虎放轻松，脚步踏好稳哦。好，上重要的时阵，咱咧学习的时阵爱快乐。你有笑容无？啊，笑一个。第阿贵小可来当一个哦。 头一个脚步，咱下正平倒平，来一步转来，一步转来，对，慢慢啊踏好稳。咱双手微微啊拍开，脚啊背一个，当下肩胛头一个，搁4摆就好。啊，再来一个脚步吼，来手拍斜啊，来卡出去，先扛起来，赶快咯，下正平倒平哦。较高水呢，哇，遮高水。 啊，即个当着咱的饭是骨咯，好，搁4摆就好。准备来哦，踢剑子哦，无共脚，无共手，无共脚，无共手。啊，即个脚步咱来活掂着咱的即个尻川皮的所在较济哦，搁背下，尻川皮会散哦，会散哦。好，来到一个脚步，来脚头虎压起来，手右入来，嘿，向上高，我上高，对啦，赞啦，我上高，嘿，脚步踏好稳，咱搁4摆哦。啊，咱来下正平倒平，小可串一个脚步踏好稳。好，最后一个脚步是咱骑马的脚步练习看卖。好，正平来3步，一两三，手压起来，手压起来，阿嫂啊，爱抓好稳哦，无马会走哦。 搁有，最后4个，来，咱下正平倒平，休困一下。哇，所有动作咱拢学完了呢。咱搁做一摆好不 ？OK 呢。好，来，双手背悬，脚啊背，啊肩胛头无爽快，手免伤悬哦。后一个脚步来，手拍斜呀，脚伸出去，胸孔退起来，搁4摆就好。来准备踢剑子哦，无共脚无共手，搁4个，脚步踏好稳哦，脚头虎要压起来哦，手右入来，我上赞，搁4个就好，我上高，来打正平倒平下过，就看串一个，来准备好哦，来骑马哦，手压起来，
嘿，啊，一两三较高水的，嘿，骑马欢喜，啊马向头前走一个，哎喂，啊马退后，来跟四摆就好，就会捌裤哦。来，咱行路休困数开，来吐开，搁一个数开，吐开 ，ending pose， 耶！我刚刚唱对不对？这支舞无简单，无简单淡薄啊淡多嘿，但是嘛毋是讲足困难的，小练习的都 OK 啊。 OK， 无问题。对啊跳完就欢喜的吼。哦，对啊，无怪人讲吼，运动吼会欢喜，心情会好，啊嘛会健康。对。对啊，哎，记得一定要运动，唔通一直屈掉的吼。啊，读册 OK 会用的，但是嘛会记得运动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啉水。好，来啉茶水。